美國政府停擺已進入第2週，且目前仍無結束跡象，多種負面衝擊正持續發酵。一方面，10月10日，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發文確認，特朗普政府已啟動永久性裁員，意味住此次美國聯邦政府關門期間，不再遵循慣例，只要求員工臨時休假，而是讓大批離崗的公務員永久走人。另一方面，政府資金中斷，直接導致關鍵經濟數據發佈受阻。勞工統計局的非農就業報告已無法按原計劃公佈，重磅的美國9月 CPI 報告都將推遲至10月24日發佈，較原定時間延後9天。經濟層面嘅衝擊則由局部向全域擴散，航空出行、納稅人服務等政府職能率先承壓，航空領會因人員短缺，航班晚點率顯著上升。國稅局喺結轉資金耗盡後裁減近半數員工，納稅人服務大幅收縮。經濟學家測算，政府停擺每持續1週，將拖累美國 GDP 減0.1至0.2個百分點。而當前政府數據發佈基本中斷，進一步放大了負面影響。